这就是深圳的现状。想回个家，你看看有多麻烦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哈。请戴上口罩。好，戴口罩。请刷身份证或健康码。好，这个时候要刷身份证或者健康码，还得再人脸识别，我才能回家。这是一个长期的准备啊，一时半会儿想摘掉口罩是不现实了。老铁们，你们小区有没有装这个设备啊？做短期计划不现实喽，看来这是一个长期计划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，接受它吧。